南非金砖峰会，罗西亚总统普京受国际通缉，用视讯参加。峰会主要议题是要找出共同的货币，加扩大规模。巴基斯坦的山区有流浪降速登去，流浪内底受8乘客吊伫咧半空中15点钟，才去放救落来。美国新创公司开发出一套系统，渐冻症的患者用想的就会当传讯息拍电动，上去明年摕到就医的许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国对台军演结束，不过依然是一直咧扰台。今日就有6架军机、8架军舰伫咱附近活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佮公开表示，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另外，瓜地马拉的总统当选人阿里巴诺选掉了后，是搁再强调讲，无要甲咱台湾断交。不过，伊依然是强调讲，要甲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中共伫台海周边的军演结束，不过并无停止了台。国防部23公布，征调强机6台次、强舰8台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对中共的军事动作，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再一遍表示，反对中国武力犯台。Any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Even more so if this were to include coercive or military means. 贝尔伯克是伫咧对欧洲帝国的演讲中，强调印太地区对欧洲的经济重要性，也表示全世界有一半货柜船军有通过台湾海峡，以挺台海和平，批评中国对世界基本的原则所造成的挑战，也点名一寡可能出现倾向中国的国家。We see how numerous countries are pivoting more towards China. Often, this is due to a lack of alternatives. We would like to change this. 中国的影响力愈来愈扩大。咱国的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总统当选人阿里巴诺，伫选后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阵讲，伊袂甲台湾断交，但是认为同时甲中国发展关系是绝对会使的。No vamos a ser el primer país que tiene un marco de relaciones constructivas con ambos,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con Taiwán, tener buenas relaciones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con Taiwán, y lo haremos en el marco de nuestr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阿里巴诺表示，袂伫咧两边之间做选择，但是瓜地马拉的私人企业拢有兴趣扩大甲中国的关系。但是路透社特别伫咧报道中讲，中国伫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力慢慢伫咧扩大，不断边缘化台湾伫这个区域的外交努力。记者综合报道。金砖5国今日开始伫咧南非开会，除了受到国际通缉的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用视讯参加，巴西、印度、中国、南非领导人是拢已经到地。金砖5国的成员是有共同的特色，就是因土地宽、人口济、市场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因是去互人认为讲，未来会主导世界经济，取代传统的7大工业国。这回峰会主要的议题，第一就是因想要找出共同的货币，以后交易就免靠美金；第二就是要扩大规模，是有要甲西方国家相比拼的气味。不过，根据 BBC 专栏的分析，要加入的国家嘛无愿意得罪西方大国，所以主要是利用这个组织，互家己较有发言权。南非总统亲身甲习近平挂勋章，强调甲中国友好的关系。金砖国家峰会日伫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至暗到位，隔两天随甲南非总统见面，签署包括“一带一路”等几啊项合作文件。令人原底同一天会出席的工商论坛，习近平煞无出现。雄雄无出席，引起大家联想。有专家认为讲，这个情形无啥对同。不过中国官方煞无解说。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伫推特大相片，讲习近平发表演说。不过，实际上上台讲话却是商务部长欧文德。有的国家不甘心摄取其霸权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靠说美国打压中国市场，这个金砖峰会想要强化新兴经济体合作来对抗西方。除了去互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罗西亚总统普京用视讯参加。
巴西、印度、中国甲南非领导人拢去现场。这5个国家占世界4成的人口，经济规模是全球的1/4，而且持续主张纳入新的成员国，佮提出要采用共同货币。Tenho defendido a ideia de adoção de uma unidade de conta de referência para o comércio que não substituirá. Nós não podemos aceitar um neocolonialismo verde que impõe barreiras comerciais e medidas discriminatórias sob o pretexto. 为了脱离美金，降低美国影响力，金砖国家并不是头一届讲到共同的货币。在2013年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就已经纳入真侪非金砖成员。今年4月份开始，金砖5个国家的 GDP 加起来已经超过 G7 的国家。未来若是持续扩张，对地缘政治会产生新的影响。公司新闻杨间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2个查甫利用网络，甲大学、甲地方政府夹向合批，是超过30万张，抢讲要抗炸弹要杀人。这阵警方已经抓到人。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国际学术论坛有学者警告讲，中国是当咧诱惑澳洲的政治、经济、媒体人士，梁亲中的言论迫害美国甲澳洲的关系。英国《Times》报道，中国间谍利用全球上大找透露的网站领取，提供资金，管英国的官员甲学者提供国家机密。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面册母公司 Meta 为着抵制加拿大要求平台压纳新闻费用，所以讲要封锁加拿大新闻，这是造成真侪灾民无法度传回小线的消息。总理杜鲁道就批评面册为着利益无顾灾民的安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有33州的议员提案，呼吁禁止中资买军事设施附近的房地产，避免国家机密受到威胁。巴基斯坦偏远的山区发生流浪的降速断气的事故，这流浪内底是有8乘客，包含2个老师甲6个学生，因是掉伫咧半空中15点钟，搜救队才赶救落来。巴基斯坦军用直升机伫山谷附近飞来飞去，想要来救出缆车车厢内底8乘客。这台缆车掉伫山谷中，离地面大约274公尺所在。原本是有2条锁挂掉，即阵敢若剩1条锁。事发当时，2个教师甲6个年龄在10岁到16岁学生，大家坐这台缆车经过山谷，要去学校上课。तो पूरे इलाके में एक क़यामत खेज़ मंजर था। हर कोई अपने घर से भाग रहा था, हमारे बच्चे, हमारे माएँ, हमारे बहनें, क्योंकि हमारे सारे बच्चे इसी रास्ते से स्कूल आते और वापस इसी रास्ते से वापस घर जाते, तो हर एक किसी का बच्चा इधर आया हुआ था。缆车掉伫空中将近12點鐘了後，直升機才先將2個學生救出來。不過隨着天色漸漸暗落來，直升機被迫返來基地。官方一個突擊隊員一方面釋放護索啊，將纜車救掉咧，以免落落去山谷。同時利用空中飛速慢慢的挖掘，才將其他6個乘客救出來。這整個拯救行動持續大約15點鐘。放救出來其中一個乘客講，當時伫個車頂面有一個10多歲查甫囡仔，因為有心臟病，結果因為傷過驚嚇，離昏迷幾點鐘。真侪巴基斯坦民眾也開佇辦公室、商店，也有餐廳、甲便宜的電視機頭前關心整個真驚險的救援過程。事件落幕了後，巴基斯坦看守總理辦公室隨即發表聲明，下令隨家所有破舊而且無合規定的纜車攏甲關掉。公司新聞深入批編譯。南澳火燒山的災情是愈傳愈快，伫咧市內邊境閣發現20個人的屍體，當局是認為講有可能是非法的移民。消防車開正緊，要去東北部邊境埃佛羅斯的阿萬塔斯村拍野火，不過情勢正危急。當局也閣發現已經有人被燒死，真濟中東甲亞洲的移民攏是經過埃佛羅斯過去土耳其。Με δεδομένο ότι από τις γύρω περιοχές δεν έχει υπάρξει καμία δήλωση εξαφάνισης ή αγνοωμένων κατοίκων, διερευνάται το ενδεχόμενο να πρόκειται για ανθρώπους που εισήλθαν παράτυπα στη χώρα μας。附近的港市亞歷山德魯波利斯已經有大船伫咧等，幾60位便衣病人被疏散到這。北部帕尼薩山野火烏煙冚伫咧首都雅典的天頂，佇土耳其西北部加納卡萊聖森林野火也閣伫咧燒。附近6個村加納卡萊空軍指揮中心也閣當地大學攏撤離。歐洲、亞洲之間船隻來回的重要航道，連只馬爾馬拉海甲愛琴海、達達尼爾海嘅航班也停來。
意大利当局日对全国27个主要城市内面的16个发高温红色警戒，包括罗马、米兰加佛罗伦斯，有超23个温度会升高较悬。法国第三大城里昂，22透早记录到连续27度的冠军。科学家认为，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西班牙、意大利加葡萄牙也因为冠军大数强风，四会发生野火，和消防员走袂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前2天罗西亚登陆月球的任务失败，这探测器是落落来。印度顶个月发射飞船，今日会到月球，而且因的目标是登陆月球的南极。若是成功，就是全世界头一个到月球南极的。这月球南极的水冰是可能会当帮助人类伫咧月球发展。民众目睭刻刻，学长诚心祈祷。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月球飞船3号会伫台湾时间拜3暗时登陆月球的南极。不少民众这几天组织做伙，期待登陆月球的计划会当顺利成功。हम लोग की दुआ है, अभी हम लोग ने नमाज में भी दुआ की है कि इंशाल्लाह अच्छे से लैंड हो जाए और जो भी हमको मालूम पड़ता है चांद पे नई रिसर्च होती है उससे हम लोग को फायदा ही होने वाला है। 那宗教场所充满期待气氛，嘛有艺术家专工去海沙坡画图，祝福登陆月球顺利。月球飞船3号等个月14发射，经过外月了后，会伫当地时间8月13暗时6点，互登陆器伫月球南极附近降落。因为这是印度2019年登陆月球失败了后，第2届试要登陆月球，全国的人民是拢鸟鸟看，等待有好消息传到转来。We are very hopeful and we expect that everything will go on smooth. Until now, since July 14th, till now, it has passed through 5 major phases and everything has gone smoothly. 事实上，伫月球飞船3号进前，罗西亚航太集团都捌试登陆月球，不过因为探测器失去控制，转削落，任务失败。因为印度的月球飞船3号若是有完成任务，就会成做头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科学家认为讲，月球的南极可能会有水甲冰，若证实是事实，对人类未来伫月球的发展会有帮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用想的，就会当控制电脑到手机啊，已经毋是电影的剧情。美国一间新创公司就开发出一套系统，互一位有渐冻症、骹手无法度顶当的患者测试，竟然是成功用想的，就会当拍字、传信息，甚至阁会当拍电动。这套系统有机会每年就摕到许可就试。63岁戈尔汉得到俗称渐冻症的运动神经元退化症几啊年，伊呼吸道的筋膜甲骹手已经袂振动，连话拢讲袂出嘴。自从伫脑部放一片脑机界面 BCI 假牙了后，伊就透过大脑意念对电脑下指令，引进网络发送信息，加算电玩游戏。Every single time he keeps on getting better to the point where now he is, and it's like so instant. I just feel like I type slower with my hands than he does with the BCI. So. 新创公司Simcran研发的脑机界面技术，将信号感应器放入脑内，佮接收转译大脑资讯，佮传达到胸腔皮下接收传送器，透过目睭人对视功能，佮使用者意念对应正做用词的动作，如何将意念正做词的指令呢？伊动骹手用手指头啊伫桌顶画箍啊，电脑就知影应该爱试。起初练习的时阵，一摆就要用2.5秒，即马减少到0.5秒。So 0.5 seconds between a thought and a click. He hasn't said anything bad, so I'm assuming that he likes how the system goes and how it works. Do you have any regrets about using the stent rod, and if anyone was in your same situation today, would you tell them to do the same thing? 马斯克的神经连接公司研发的脑机界面使用风险较悬的开脑手术放入去，到即马无得到试验的许可。2年多进前，首先得到核准试验的Simcran脑机界面是利用微创手术放入脑部静脉。Simcran要拼明年应得到上市许可，帮助更较侪袂振动的病人应找回自主能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法国通货膨胀4.2%，毋但生活食穿逐项贵，连囡仔咧用的笔啊、笑即寡文书用品嘛起超过1成。这对真侪家庭来讲负担是真重。慈善团体就发现讲，最近3年需要帮助的家庭是增加3倍。
在通膨的冲击之下，这囡仔受到这精心挑选的文具用品又大欢喜咧。Moi déjà et donc du coup la facture elle risque d'être salée et du coup je m'attends à prendre cher à la caisse mais bon 10% sur une gomme à 1 euro, je sais pas si on le ressent vraiment quoi. 法国家庭联盟23公布针对109家庭的调查报告，为2023学年开始，中小学学生学习费用起11.3%。这份报告甲发予低收入户家庭的学校开学补助金同一天公布，补助金比去年同期增加5.6%。Donc la signification, c'est évidemment cette inflation qui vient impacter lourdement les familles. Et un jeune de 18 ans, elle est seulement de 9%. Si on prend ces chiffres. Alors qu'en réalité, le coût à la rentrée et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il est pour nous au moins 2 fois supérieur. Je ne pourrais pas vous dire, on a évidemment une augmentation monstrueuse presque du nombre de personnes qu'on accueille globalement au Secours populaire et à Caritas. Pour vous donner un ordre d'idée, au Secours populaire, on est passé de 7000... 这秋天开学时阵，小学生的全套用品平均的钱是233欧元，相当大票8000块，比去年的190欧元增加13%。高中生371欧元增加3.5%，高中生417欧元增加3.15%。服装甲体育用品销售冲击增加12%，文具15%。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我来看澳洲一个98岁阿嬷，伊65岁退休了后，就开始拍高尔夫。伊专程18栋7公里，拢是家己行，无咧坐车的。这位阿嬷佫讲，伊的目标是要继续拍高尔夫，拍到100岁。Too cold to hang around。澳洲即马是冬天，透早温度拢无到-40度。不过，这位98岁老阿嬷，伊原伫咧高尔夫球场内面，送着伊的家私，要开始今仔日的运动。球开出去，这位叫做萨德兰的老阿嬷，过2年就100岁啊！伊上喜喜的运动就是拍高尔夫球。I just love the being outside, the company, the exercise. It's good fun. Best thing ever done. I don't think I'm old. 萨德兰逐礼拜拢会拍2遍高尔夫球，特别拢用行加18栋行头，差不多是7公里。这座塔斯马尼亚球场是起一个海岸边，路正行，对萨德兰来讲是正好的运动。Absolutely inspirational. She just,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She's amazing. We all love her. 将轻松就架球送去你姑娘。萨德兰虽然是伫高尔夫球的发源地苏格兰出世，不过伊是一直到65岁退休了才开始接触，而且一开始拍了就爱着这项运动，讲希望会当拍到100岁。You can do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you know, hit a good shot. You know, that brings you back the next day. I just love it. I mean, I should have stopped years ago, but I'm still here.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